將軍，天色有異樣啊！再前進，古代我軍非常不利。好，大軍留喺安全嘅地方休息，我哋出去視察下前路，再決去向啦。呢個危險，呢個可能係敵方嘅陷阱。斜坡上面何解會有建築廢料？莫非敵軍曾經喺此處紮營？一旦發生山泥傾瀉，我軍可能會俾佢哋北落全軍覆沒。我哋要迴避此路啊！軍師，你睇呢個符號究竟係乜嘢意思啊？36計，走去上計啊！呢個係我軍製作留俾我哋嘅記號，警告我哋唔可以靠近斜坡，更加唔好留喺斜坡底下，否則可能會遇到山泥傾瀉。除咗要觀察天象變化，我哋都一定要保持警覺，時刻留意周圍環境。喂，應該行邊條路先啱啊？一邊開明大路，一邊靠近斜坡小徑啊！唔使諗，一定行左邊。敵人戰場嘅就係極端暴雨底下發動攻勢，周圍嘅斜坡越斜，敵人嘅殺傷力就越強大。只要遠離斜坡，就算敵人見到我哋，都冇辦法將我哋分毫。軍師所言甚是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哋都係快啲撤退啦！將軍，就算喺室內，我哋都萬萬不能掉以輕心啊！我哋要觀察室內嘅情況，遠離靠近斜坡嘅廂房，仲要確保有安全嘅逃生路線。好，有咗呢啲情報，我哋就可以重新計劃安全嘅行軍路線啦。我哋稍作休息，就馬上回大本營啦。因為如果沒有軍師出山協助，我軍必定全軍覆沒。天有不測之風雲，一旦遇上惡劣天氣，謹記遵從山泥傾瀉自救兵法。喺惡劣天氣下遠離斜坡，留喺安全地方暫避，仲要平時不要亂開墾，不要改變斜坡用途，做好斜坡維修，咁就自然萬無一失啦。如果想知道有關斜坡安全嘅最新資訊，就要留意土力場嘅 Facebook 同 IG 專頁啦，咁就唔會錯過抗敵最新情報啦。